妈，是不是您要去法国，没人陪您去，所以您就生气了？是不是我太得意忘形？是不是我拥有的太多，您要惩罚我？为什么？以前爸爸对我不好的时候，有您在我身边，可现在爸爸对我好了，您又不要我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妈，乔董，凤仪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今晚就不用管我了，我想留下来好好陪她。我担心来雪。乔董啊，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凤仪出车祸这件事，媒体肯定知道了，一些记者不久就会闻风而来的。你说你在这儿让他们发现以后，这不太好吧？这传出去是是非非，重要的是对乔氏的影响啊，乔董。谢总分析的很对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能给人家大做文章的机会。是啊，伯父，看你的样子很累，先回去休息吧，这里有我撑着。走吧。好，凌天，我电话不关的，有什么事情打给我。我先走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我把伯父送回去了。凌天，我好害怕，我怕你也会离开我。不会的，别这么想。我身边的朋友，一个接一个离开我，就连我妈也。你说，我是不是遭报应了？别乱说。凌天，我害怕总有一天你也会像他们一样离开我的。不会的，我发誓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干杯！来了来了，哎呀，来，可以吃了。
我不想跟你说这个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忘了他们以前怎么对你的？你现在去，他们会怎么想？他们只会觉得你是猫哭耗子假慈悲。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的？是，他们都是好人，就我一个人是坏人。现在做好人已经不流行了，你以为你可以普度众生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出事了，他们会怎么对你？他们会来看我。是啊，来看你，还带着香槟、带着鞭炮来看你，真笨。你爱去不去，懒得管你。蓝雪没事吧？母亲是她唯一的亲人，这一刻你要多关心她。一定的，谢谢。你倒是给个说法呀！给你副总裁的职位你不要，把办公室给我空在那儿养蚊子，给你薪水你也不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爸，我听得很清楚，你问过我很多次，我也回答过很多次。我不喜欢去做生意，去做商人。我不要什么工资。我现在开的酒吧挣的钱，这些钱我已经足够了。我跟你讲，一个男人他要有欲望，尤其要对事业有嫉妒心。你这么每天玩风帆、玩冲浪、玩放生，这么无欲无求，我夏正郎打下来的江山，将来谁来继承啊？可以让婉晴来继承。婉晴她要嫁给别人的。华朗的生意是家业，一定要由你来继承，你懂吗？爸，我真的不适应商人的那些尔虞我诈，为了利益利字当头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赚钱那是有方法的，这年头谁有钱谁就是老大，你知道吗？钱不是我做人的价值观，我认为不缺才是幸福。那你开个酒吧干什么？啊，你酒吧赚来的都是毛利，你老爸的地产事业才是暴利，你懂吗？我开酒吧不是为了挣钱，我是要结交到朋友。我向往那种自由的生活，跟他们谈天说地，说说出海什么的。朋友远比金钱重要。小伟啊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夏正朗的儿子？你怎么一点都不像我？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我生的。你去看看人家莫凌天，你跟人家比比，你就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。好，你把他带回家，你让他当你的儿子，让他跟你做什么生意，每天都跟着你说钱钱钱，我不稀罕。站住！越来越没有规矩了，你书都读到哪里去了？7、8岁我就把你带在身边，看着我跟别人谈生意，结果我换来的是什么？白费心机。我在7、8岁的时候就看到了你做生意的手段，我看着你怎样去抢人家地皮，怎样去逼着人家离开家，怎样去把你那些所谓的生意伙伴、那些朋友吸干他们的血。我真的不稀罕去挣这些肮脏的钱，我不稀罕。我在酒吧所挣的钱，每一分都是干干净净的。我不要去搞得人家家破人亡。你听着，我永远都不是那个乖乖的跟在你屁股后面挣钱的乖儿子。从此以后，我要走我自己的路。
爸，别生气了，哥只是贪玩而已，不是故意的，嗯。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是有心的。你的事情怎么样？什么事情？你和乔金帆的事。不知道。婉清，我希望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。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找到一个只愿在自己面前不顾颜面的男人。我管不了他现在对你怎么样，我需要你把你的精神全部放在这件事情上。爸，我不想把这当成一桩生意。生意也好，爱情也好，我希望你别让我失望。